大家好，我係 Andy，一個從只得8毫子零用錢到財富自由嘅香港人。呢集同大家分享我50歲可以退休嘅實際理財路徑，建議睇埋上一條片，點用 drawdown 去決定你嘅資產配置比例，會令你更容易踏上退休之路。睇返個免責聲明先，如果你繼續睇本片，表示你同意上述嘅免責聲明。一個公屋仔出身，冇父幹 ，fire 唔係夢。有時逆時序去睇事物會幾有效率，行少好多冤枉路。退休倒序步驟：一、退休；二、學懂不同嘅提領策略，並計算自身情況；三、財富自由，即係被動收入大過基本支出；四、建立多重收入來源，產出穩定被動收入；五、試到適合自己性格嘅長期投資標的及資產配置比例；六、開始建立被動收入；七、堅持學習及投資，錢滾錢，滾大資產，當中請多試不同嘅投資策略及標的，唔輸過就唔會贏。八、努力增值自己，增加主動收入。九、支出等於收入減投資，即係先支付自己，減少支出，量入為出，不與人比較，不與過去的自己比較，尋找什麼更重要，令自己知道點樣滿足自己。我喺1999年開始投資，我花咗大概10年嘅時間去輸錢，去摸索，去了解，發現自己嘅缺點就係我嘅情緒係會俾 P&L 影響。所以之後我就交俾專業人士去幫我投資。由2007年開始到2022年，我持續買進，不停儲蓄投資，我都一直係全公型，只考慮資產增值，冇考慮現金流。直至2022年，股債金三殺，我就重新去學投資理財嘅底層邏輯，再配合自己人生開始思考嘅命題，什麼更重要？我嘅健康、時間更重要，金錢只係工具，資產嘅作用就係提供源源不絕嘅現金流去支撐我嘅生活、我嘅健康、我嘅時間。健康同時間流走咗就永不回頭，但現金流喺我瞓覺嘅時候都會慢慢流入。你話時間同金錢邊一個係稀缺嘅資源？所以我就轉變投資組合，變成指數基金加收息股加債券加 money market fund 加黃金，即係由純資產增值變成現金流加資產增值嘅平衡組合。但最重要嘅魔鬼其實喺你身邊。一、人性會令你高買低沽；二、人性會叫你不斷同別人比較；三、世界會叫你不斷打工買嘢跟大隊，繼續老鼠賽跑。四、世界會叫你點點點點點。嘗試多觀察自己，聆聽自己，感覺自己，觀照自己。投資令人極快知道自己嘅性格特質，所以我錄咗好多 YouTube 片，都係講投資心理。投資4大支柱：眼光、膽識、耐性、紀律。當我糾正心態時，紀律同耐性就會出現。膽識，當你對投資標的嘅認知越多，了解歷史越深，深知投資標的嘅特性，膽識自然會出現。跌市買多啲。眼光，如果你唔妄想贏過市場嘅話，指數基金係一個唔錯嘅開始。最後將理論同戰術應用翻落大家嘅真實人生版本。情景一：如果你離退休仲有20年以上，你係時間嘅老友，你嘅長線倉位可以進取少少，例如80%股票、20%債券，甚至 all in 股票。點解？因為就算短期腰斬一半，你仲有成20年去等佢創新高。你要做嘅就唔好日日抱住個股價，淨係每年 rebalance 一次就夠啦。情景二：如果你開始接近退休，例如仲有5到10年，
將焦點由賺到盡轉去唔好輸大錢，用翻上一條片講嘅平衡組合6股4債，同埋開始增加你嘅現金庫，由預留3到5年嘅生活費起步。記住，你呢個階段嘅目標係產生穩定現金流，而非追求極限回報。情景3，如果你自覺係地獄黑仔王，一買就跌，恭喜你。歷史話你知，就算經歷2000年科網爆破，再緊接2008年金融海嘯，用平衡組合捱過呢一段風雨飄搖嘅10年，你都仲可以有50% 增長。關鍵根本唔係你嘅入市時機，而係你有冇紀律，唔喺低位驚驚青青咁沽貨。你嘅現金庫就係你嘅定心丸。所有投資者嘅共同行動，無論你喺邊一個人生階段，都要問自己一條問題：如果聽日個市跌30%，我嘅生活會唔會受到影響？如果會，就增加現金庫或者債券嘅比例。如果唔會，你就可以放心繼續行。最終你想創造嘅改變，唔係要變成一個股票專家，而係要成為一個夜晚可以安枕無憂、對未來有掌控感嘅人。由驚輸錢變成買返時間同埋選擇權。你真正想要嘅可能根本唔係乜嘢高回報，而係唔使再為錢工作嘅自由，或者係可以隨時陪家人嘅時間。當你知道自己嘅組合有科學根據，有現金庫做後盾，市場波動就唔再係一種折磨，而只係一個數字遊戲。你賺翻嚟嘅係可以真正放心去生活嘅心境，由望住個市心慌慌變成專注自己嘅人生。想象下，你從此唔使再睇啲 YouTuber 或者 social media 嘅末日預言，唔使再因為專家一句說話而心大心細。你嘅資產配置係自動導航，每年只係花你1日去做 rebalance。呢一套系統令到你由一個被市場拖住走嘅散戶，蛻變做一個平靜嘅長期投資者。你嘅精神可以用嚟發展事業、陪伴家人、追求興趣，呢一個先係真正嘅財富。由害怕危險到掌握風險，你唔再係嗰個覺得股票好危險，掂都唔敢掂嘅人，而係一個識得用科學、歷史同紀律將風險轉化為長線增長機會嘅成熟個體。呢一種我可以掌握自己財務未來嘅自信，會滲透到你人生其他層面，令你更有安全感，咁去作出更大嘅人生決定。再重申一次，呢個並不是投資建議。記住，你根本唔需要成為股神，你只需要一個令你安心嘅系統，然後俾時間同你行，去換取你真正渴望嘅人生。希望你早日 FIRE， 財自早退。鍾意今集就 like and subscribe，share 俾朋友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Thank you。